台南市美术馆以馆内展览爱洛蒙作为市集主题，自制无同类型的8十个单位，其中大部分拢跟宠物有关，也可会当请人照顾宠物，让主人会当安心地看款展。我们这次的展览是在讲人跟动物之间的陪伴关系。那动物对人类来讲是一件很疗愈的事情，所以呢，也是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活动，让展览走出户外，然后让大家可以更亲近的感受人跟动物之间。市集当中邀请到餐点艺术家制作宠物会当欣赏的平面作品，也佮将馆内的毛茸茸熊猫车摆出来，配合行为艺术家安乐梦甲青龙梦。跟宠物做互动。那这个互动呢，其实是他们手上会有很多可爱的项圈签诗。那这个银色的项圈的那个歌字呢，里面会有宠物想要对主人所说的话。南美馆秉持着创新的理念，家己制作甲展览相关的艺术元素，无同以往，打造出艺术美学户外主题乐园。第一摆主办市集就相当成功。我觉得很不错啊，就是多样性很高，而且动线规划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有一个区域一个区域，所以其实他逛得还蛮开心的。2天的活动吸引了不少民众找到家己厝内宠物来耍。爱洛梦这档展览是借着艺术来传授人甲动物密切的关系，使用各种无同的媒材，将动物的特色展现出来。作品多达96件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